Orkin 智能單車平台結合物聯網單車計和應用程式，實時顯示模擬賽道上的參與者數據，教師和學生可以即時掌握比賽進程和情況。為增加運動的趣味性和實戰性，並讓學生更加了解場地單車，平台設計了3種不同的模擬賽事，包括凱林賽、500米計時賽和 7.1 公里公路賽。教師可以在應用程式內輸入學生資料，並且能夠根據不同需要建立比賽分班和分組。另外，亦可以設置各種不同的比賽組別，例如班級內比賽、班級之間比賽或全校性的比賽。智能單車應用程式可以在平板電腦或學校電視上顯示最多4名學生的實時比賽數據，讓師生可以即時掌握比賽進度，包括單車速度、排名和剩餘距離。比賽完成後亦能夠查看結果、完成時間及卡路里消耗等詳細數據。教師即時監控每位學生的表現。此外， Orkin 智能單車平台將新增多樣化的 SDG 單車競選項，提供模擬 3D 虛擬賽道，學生可以在這些場景中學習不同的 SDG 環保項目，例如再生能源風力發電、室溫種植以提高產量，以及水淨化系統提供清潔飲水和衛生設施。Orkin 的另一創新項目智能單車 LED 發電裝置令單車具備發電功能，學生可通過踩踏單車來發電點亮 LED 燈。遊戲背景設計成太空場景，當單車發電產生的電力越多，對應的 LED 燈數量也越多，亮度亦越高。此外，單車發電產生的電能可儲存起來，用於為教室或校園供電。這不僅增加了單車運動的互動性，還能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和創新精神。